係啊，咁啊呢個禮拜係美國聯儲局議息就維持利率不變啦，咁啊但係 CCL 都繼續升，咁啊升咗5個禮拜，咁啊升咗成2.5%嘅，咁已經有去到再升咗一級就去到157呢個水平啦。咁其實咧就係嗰個市況上邊咧，一手嗰個銷售都非常良好啦，咁二嚟咧盤源就好少嘅，咁所以二手業主都係比較有議價嘅空間喺度，咁所以佢哋亦都係繼續係有個上調喺度啦。咁但係咧就主要我哋都係睇翻係市區，尤其是港島區嗰個叫價議價能力係比較強。佢哋嗰個議價咧而家都仲聽到係可以反價5至10%都有呢個狀況。咁但係咧去到新界區咧就相對平穩啲，可能係幾個%之間嘅啫。咁同埋咧，如果係市區上面咧，嗰啲買家嗰個肯追價嗰個程度咧係比較肯追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嗰個睇到嗰個升幅咧，可能就主要係都係市區帶動多啲。咁新界嗰啲可能慢翻少少。咁但係個速度上邊咧仍然都係向緊上嘅，因為而家咧去到今個禮拜嘅話咧，今年咧其實升嗰個樓價已經升到去9% 以上㗎啦。咁啊，比起舊年個低位咧，仲升咗16%。咁而其中咧，港島就升得最多啦，今年係升咗超過16%嘅。其他嗰3區咧就大致可能7至8% 之間嘅啫。咁但係因為計翻2年度咧，咁啊都係港島區，因為今年係比較追得比較快一啲啊，咁啊變咗係升翻突咗嘅，因為舊年佢升咗1點幾嘅啫，咁而家去到升咗17%。咁九龍啊其次啦，咁啊16%，咁其餘2區就13同10%，咁都係睇到係今年上邊咧係市區嗰邊係比較個支持度係比較大嘅。應該都係，我諗相信都係要去第3季嘅。咁而家暫時未見到話係嗰個速度加快或者減慢啦。咁但係咧，我哋相信因為隨住嗰個樓價升咗，都有一定升幅之下咧，其實咧睇樓量咧都開始有少少，譬如尤其是新界嗰啲開始慢返，因為根本冇樓睇啊。咁所以咧就市區就仲維持得到嘅。咁新界嗰啲咧即係冇樓睇咁啊，即係會同埋有啲一手嘅競爭之下咧。有啲如果二手業主咧，佢嗌得高價咧，咁啲買家都轉咗去一手係啦，一手嗰邊。咁所以咧嗰個二手嗰邊就可能又會剩翻少少。喺市區嗰邊咧，就因為冇乜一手去競爭咧，反而仲有啲條件係嗰個升會快啲。所以拉勻之下咧，咁其實都係我諗相信都係去第3季咧。其實我哋個目標都係再有幾個% 嘅上升空間喺度咯。係啊，其實今年都依然都係中小型單位啦，咁都係連升咗幾個禮拜都繼續嘅。咁啊大單位就比較相對反覆少少，咁佢都係升嘅，咁但係都係有啲追落後啦。咁但係都係有啲即係唔似好似中小型單位咁係一連氣都可以升到幾個禮拜。咁而家睇返其實都係啲用家為主嘅，佢哋一嚟就可能係一啲上車啦。而家連帶都係見到係換樓客都比較多啲出嚟，咁所以佢哋都會係即係首選其實都係啲中小型單位為主咯。